香港跨境長沙旅遊專列正式開通 ，Trip Live 特別推介長沙性價比 Staycation 酒店。1. 長沙梅溪湖戴斯酒店，岳麓區文化藝術中心地鐵站店，美國溫德姆集團旗下品牌，觀岳麓山，高級城景大床房一晚，驚喜價低至264，方便到達熱門景點骨子洲頭、黃興路步行街、岳麓山公園、梅溪湖公園湖景全貌全部睇到。2. 長沙馬蘭山假日酒店，城景小同主題房一晚包早餐，限時驚喜價低至423，可欣賞270度全江景視野、浏陽河、月湖公園四季美景，位於長沙馬蘭山文化創意產業園核心區。湖南電視台長沙世界之窗及海底世界，交通便利，去長沙黃花機場、長沙南站非常方便。3. 長沙國金中心異國印象酒店，一覽骨洲、異國全江景大床房一晚包早餐，限時驚喜價低至466，酒店坐落於長沙雙江河畔，地理位置優越，步行可達 IPS 國金中心、5·1廣場、太平老街、波子街等長沙核心地標。住宿券到期未用自動退款，使用前亦可以隨時退款，記得 click 評論區 link 睇啦。